喬布斯同唔少天才一樣，都係冇讀完大學嘅課程就走咗去創業。佢只係讀咗半年就覺得大學對佢嚟講係冇乜用。喺1976年，佢同佢嘅好朋友喺車庫成立咗 Apple 公司，推出咗第一部 Apple 電腦。跟住1984年推出咗 Apple Macintosh 電腦，用咗革命性嘅圖形界面同埋滑鼠，改變咗全世界對電腦嘅想像。結果賣個滿堂紅。喬布斯當時只係得29歲，就成為咗 Apple 呢一間公司嘅靈魂人物。大家都話佢係天才，會帶領公司衝上雲霄。但係好景不常，1985年喬布斯就遇到人生最大嘅危機。公司內部嘅運作開始有啲混亂，董事會覺得喬布斯太過獨斷獨行，管理風格太過激進，搞到員工壓力爆煲，銷售亦都唔理想。不過最令到喬布斯估唔到嘅係，佢嘅好朋友兼當時嘅 CEO 竟然聯合董事會將佢炒咗。我諗喬布斯點都諗唔到自己會俾自己一手搞出嚟嘅公司踢走。當時嘅佢真係好傷心，覺得自己嘅夢想同心血咁就全部化為烏有。喬布斯都喺自傳入邊講過，我俾蘋果開除就好似俾女朋友飛咁，真係好尷尬同傷心。呢次嘅打擊唔單止係工作上嘅失敗，亦都令喬布斯睇唔到未來，突然冇晒人生方向感。不過好彩，喬布斯冇就咁認輸，佢開始反思自己嘅問題。被炒之後，佢賣咗自己嘅蘋果股份，用呢筆錢去追求新嘅夢想。1985年，佢創立咗 NIX 公司，專注開發高級嘅工作站電腦。NIX 嘅產品係好先進，用咗物件導向程式設計，工作界面亦都非常之美觀，但係市場嘅反應就好一般。喬布斯又遇到資金短缺同埋競爭激烈嘅問題，公司差啲破產，佢要四處去融資，壓力大到爆煲。喺同一段時期，喬布斯買咗一間細嘅動畫工作室，叫做 Pixel。Pixel 本來好快就要倒閉，冇乜人睇好，但係喬布斯相信故事嘅力量，佢利用 Pixel 嘅技術製作咗《玩具總動員》（Toy Story），成為第一部全電腦動畫嘅電影，橫掃票房同埋奧斯卡嘅獎項。喬布斯喺 Pixel 學會咗團隊合作同埋創意嘅管理，呢啲經驗慢慢改變咗佢嘅領導風格。喺呢段低谷嘅時間，喬布斯唔單止創業，仲去咗印度旅行，接觸佛教同禪宗哲學，學會咗內心平靜同專注本質。喬布斯話：被開除係我人生中最好嘅事，因為喺 Apple 嘅重擔卸咗落嚟，佢變得自由，可以入廚房試新菜。相信呢次嘅體驗絕對係釋放喬布斯日後創意嘅其中一個關鍵。Apple 公司自從喬布斯離開之後，業績一年比一年差，喺市場上嘅佔有率不斷咁下跌，被競爭對手 Microsoft 同 IBM 等大幅拋離。喺1996年，接近破產嘅 Apple 公司決定揾返喬布斯返嚟做 CEO， 因為佢哋覺得只有喬布斯呢個創辦人先至有能力令 Apple 起死回生。畢竟蘋果都係喬布斯一手帶大，佢都唔想睇住佢就咁玩完，所以一口就答應咗。喬布斯返到嚟就大刀闊斧進行改革。首先佢透過裁員同簡化產品線去控制成本，然後只係專注開發幾樣核心嘅產品，例如 iMac。由於當時嘅電腦大多都比較正經同埋死板，但係喬布斯就想設計一部人人都中意嘅電腦。後嚟有個設計師畫咗一個產品設計圖，喬布斯一見到就好中意，佢就話呢個就係我想要㗎喇。電腦唔應該係灰色一個盒子，應該要做到好似粒糖咁可愛，人哋至會中意。再加上喬布斯要求呢部 iMac 係可以令用戶一插即用，
再唔使好似以前咁要插好多條線先至開到部機。結果 iMac 一推出市面，只係短短幾個月就賣爆全球。蘋果公司唔單止避免咗破產，仲重新成為咗潮流嘅代表。媒體話喬布斯用美感救活咗科技。跟住2001年推出咗 iPod， 革命咗音樂嘅行業。2007年 iPhone 面世，改變咗人用手機嘅習慣。2010年 iPad 又開創咗平板嘅時代。每一步喬布斯都用咗之前嘅失敗經驗。Next 嘅軟件技術變成 Mac OS 嘅核心。Pixel 嘅創意融入咗 Apple 嘅設計。佢克服咗被人炒魷魚嘅創傷，轉危為安，將 Apple 變成全世界最有價值嘅公司。希望大家記住，即使日後人生跌到低谷，但只要唔放棄，無論跌過幾多次，都努力爬返起，繼續嘗試，繼續揾新嘅方向，總有一天會達成你嘅夢想。